拉举行大型东突厥斯坦会议，由大团结党和阿里普任协会组织的以停止东突厥斯坦到也门的压迫为主题的大型会议在安卡拉举行，成千上万的人们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手上高举上面写有“中国，我的孩子在哪里”的标语牌。大团结党主席大斯体吉发表讲话，他关注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他说，在东突厥斯坦数百万维吾尔同胞拘押在集中营里，他们正在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种族灭绝。土耳其民族主义行动党主席发文关注东突厥斯坦。土耳其民族主义行动党主席巴赫切利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有关东突厥斯坦的关注。他在发文中说：“我尖叫着，在东突厥斯坦遭到酷刑和通化的兄弟姐妹从未孤独。我相信，总有一天，压迫者的宝座将被压迫的人民摧毁。”马克龙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深表遗憾。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出反应，后者宣布退出叙利亚。在乍得正在进行国事访问的马克龙在首都恩加梅纳发表讲话。马克龙表示，盟友应该是可靠的，他应该与其他盟国协商形势。以色列黄甲星运动在以色列一群黄甲星进行示威活动，以物价暴增表示抗议。抗议者打开印有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形象的犯罪总理的旗帜，并呼吁内塔尼亚胡辞职。另一方面，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数百名示威者，包括穿着黄色背心的示威者，抗议该国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费用。印尼海啸已致数百人印度尼西亚海啸灾难造成的损失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该国至少有843人受伤，死亡人数超过222人，并且有很多人失踪。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警告公众不要在海峡周围的海岸线上作业。